叔啊，用声乐要那样唱。完了，我怎么那么丑啊？你嘴巴好大啊！直接看到扁桃腺。以爱关心你。大家叫妹妹董慧聪呢？哦，来。摄影场的好红哈，唱到变好。天哪！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向下來啊！咁以前咧，古老兄弟姊妹大家好嚇，我羅時豐啊嚇。新的一季嘅開設已經進入呢第3禮拜嚇，係啊，前2禮拜呢所有參賽朋友也非常嘅厲害，下禮拜參賽朋友更加厲害嚇，更加厲害。海鮮挑戰賽比賽規則，每一位參賽者創一首歌嘅分數31分以上就過關。今年下年劇團嘅比賽，分數係冇達到31分就強勢淘汰。所以比賽之前要介紹下評審先生。一家小先生，齊澤嘅先生，齊識嘅先生，羅國立先生，要請到一家小先生講評分標準。好嘞，啊，麻煩啊。啊，禮拜就會海鮮嘛，哈，海鮮佢體育中要是大家要變強壯，因為哦，海鮮家除了表現，你就極度hand敗嘅潛力，所以根本呢，大家要注意講，而家飲準啊、節配啊，吼，呢度西方事情以外呢，體育主要所以本大家提供，嗌就極厲害，所以加油。好嚟，即刻先行叫比賽啦嚇。哦，花蓮人來咯，花蓮結案劉耀前，今日從半夜到天光。彈講啦。第8來參加鬧熱大擂台，希望我做得過關，加油！感謝你唔係後生，就冇辦法奔夢旅行多遠方。感謝你跳擺本人上，就求求扭扭起這愛人嘅力量，來為you很勇嘅地方，做啲嘢下腳，輕輕鬆鬆。Maybe you 很勇嘅地方，就像聲音咧，嘛解都唔是手。耀金，你好。玉琴好，大哥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冰姐姐好。第8來哈。嘿，第8來。第8來。伊先收費嘅時間啊，還記得伊
表现得更好。嗯哼，所以今日表现都无好。今年更较好。嗯，动紧张呢。有加一些，你选秀会还没那么紧张。哦，对，选秀会还蛮紧张。因为选秀会时间，因为你夹个孤雄嘛，对嘛，所以个淡较菜啊。可能是昆同的关系。会吗？你看太帅了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。我是诚恳的，本人比电视上帅。真电视上坏了是不是？比电视。第一次在就是亲眼看到那个罗大哥，对，亲眼看到。然后那个海军是海军是上次我们就看过，就真的很漂亮，在电视上又不一样。那今天还好吗？好漂亮，谢谢。那叶老师呢？叶老师很帅啊。电视上那个戏文跟本人比起来，就糟了。有没有比较少一点？我看不见。看不见。我戴隐形眼镜看不见。你戴了隐形眼镜还看不见，拿一个牌子不要去买。真的，第一天拜六的朋友一定要紧张啊。对。哎呀，今天你爸爸妈妈有天来啊？我妈妈还有小弟。哎呀，唱得好嘛？唱很好啊。很好。赞哈，哎呀。看到女儿在台上是一种很骄傲。对啊。哎。那种心情就开心嘛。对呀。哇，自己女儿站在舞台上唱歌，哎。哦，对呀。非常棒，又那么漂亮。又唱得那么好哦。对。来谈一下安尼欣赏的贡品，好欢迎叶家秀先生。来，发脸。安强项啦，嘿，强项，吉安的嘛。嘿啊，讲回龙嘛。嘿啊，我终于碰到可以讲海陆的了哈。我们没有限制你啊。没有，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讲的是各种不同的那个语言，所以我一讲到这个就混在一起。你们家长那么复杂。我还有奶奶住在他们家美浓那个地方，所以更复杂。还跟我美浓有关系啊？对，真的是很复杂。不过应该是有古灵医啦。因为基本从国家吼紧张归紧张啊，还是感觉哦，你觉得不用轻松对不？轻松对不？啊，从国家呢，个声音哦，那个拉长那个强度哦，用推的，用拉的，摸这一个字一个字，一个按从摸彩请打怂啦。因为我觉得哈，以前会从过，然后但是呢。从国家就是把自己框在一个框框里面。你从俺从俩股，你就从俩股，从天长了上屁股，莫你有两股，然后你上好讲两半接起来。就是搬到天空，脱了以后，你就要加到后面要加什么东西了。可以把它拉强了以后退回来，要去制造后背呢系强甲人去挑切两半，那个强过就竖起来，从个表出去，甲个长回按就按个起起伏伏个表感觉嘛，好不好？好。搬家到天空，你没办法将希望推给地方。加油！下次应该有更好的表现，经过了的就越来越棒了嘛。有希望，有希望，有下次的，有下次，对，他已经破梗了，有下次。来，看一下分数嘞啊！来看刘友琴的分数。没问题，过关啊！妈妈过关了呀，过关了。下次要再来了哈。哎呀，加油！加油！啊，回座休息。接下来，屏东内部，哎呦，李雅文今日从客家真情嚟睇看啦。今年第8來到紐約大陸台比賽，希望你嚟多啲過關，加油！不分主。
有多那个了哈。对，熊熊不习惯。不是，对啊，他会觉得单，他会觉得太时太尚，怂哈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现在不流行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太时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是他爸爸那个年代才会这样，单，爸爸有时候会脏。对呀。年轻人现在比较节俭一点，对，就减少那个单。我没有啦。啊，这样太浪费了。后堂。好可爱呀！哎呀，你也唱得很好呢。几岁？15岁。哦，15岁怎么会想要那个学客家歌？因为本身阿嬷就从小到大都跟我讲客家话。哦，所以唔会讲。不会讲啊。不会讲，哎呀，很厉害呀，15岁，呀，讲这声有要讲下个某一度呢。哎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好。哎呀。啊，刚看唱歌的感觉，很像，应该是学校合唱团的那感觉。你有参加过合唱团？有哈。对呀，你是担任主唱吗？不是，合唱团是一整群。一整群，有时候也是会有独唱发音的。声乐。哦，你是声乐啊？你唱声乐的？都唱什么歌？就是第2部吧。第2部哦。啊，有没有有时候是个人单独表现的？有吗？没有，都是整群一起唱。整群人，那都唱什么歌？都唱声乐啊，法舒哈，然后。法舒哈用声乐要用来唱。我现在想象不出法舒哈，你可以唱1、2句吗？法。好厉害！哎。完了，我怎么那么臭啊？你嘴巴好大哦！我今天才发现你嘴巴真的好大哦。这是唱歌人的。有大哈。直接看到扁桃腺。请问有发炎吗？来，哎呀，他表现得很棒，很好。对，我们请6部的哲伟老师。6部，谢谢。哲伟老师在和音界也是对。不好意思，还可以。那个雅文妹妹哈，哎，你刚开始好嘎发嘛哈，15岁听来知道。懂值得鼓励哈，在合唱团里面唱歌，你这一定要拔开了。你跟他去，你嘴型比较小一点点，比如说你嘴型小的话，有时候唱起来会听起来没有那么清楚之外，我觉得那个声线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听。不过，我当喜欢你嘅音色，你音色係我到量30號線裡面都下為止，我最喜歡的音色，就是它有那個聲源，加上先有引言哈，唐樂懂舒服之外，它有幾個很，就像他講話有一些他自己的那叫什麼音？同志的音之外，还有他有一些哭腔，也不算哭腔，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小女生的感觉。只有一点建议，我希望透过的时间做点唱喊啊，符合你年纪的歌，哈，我知道你透点我当然你的歌你冇唱到唔好，我没知道以后，我觉得你的声线，然后你的感觉，你的人，还有你的音色，我觉得你可以再挑年轻一点点的歌，当然以后没做点唱啊，哈，罗国义老师没有懂得歌诶，还有没有懂得歌诶，你慢你啦，要朋友，叶老师没有懂，我有好突然这样。还没有懂得歌哎哈，你尽量多听一些。还有在合唱团里面，我觉得可能因为你现在是合唱团的团员之一，有场时你会因为啊没关系，就是小小偷懒一下，别人会 cover 你，你讲有吗？有。做我们的安阳戏，我觉得这里面你要好好扎扎实实的跟老师学发音。你看你开始比赛哦，你看你自己台当 boy 是你一个人的表现，鼓手讲你要把真正的实力拿出来，好不好？那希望他把看到你的时间，还能有某空要表现。他有一点像新一届的龙轩轩。对，他有比龙轩轩有像哎，哦，在屏东龙潭嘅下，我去比赛时间有。哦，有赌到啦，你跟他一起比赛啊？系啊，嗰时间儿童组。儿童组，阿曼念书啊？记4名啊，听5名。哦，某数某样，按你出某数某样。刚呀，分数嘛，唔系讲清楚嘛。猜名。你在比赛呢？你最后1名哦，你最后1名哦。冇啦。哦，
好啦，我希望下摆这个来的时间，我谈到无腔的上，无腔的歌的，无腔的表现，我很期待你，加油！好，安子先生，因为一条歌的讲真的，对你来讲有我较传统地位啦，系啊，其实比较成熟一点。也个按细字的吼，大家老师懂得国的真的懂事还唔错，专业做的多网络一点，系啊，网络上可以找，可以学习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但是最主要原因要看今天能不能过关，好不好？系啊，你觉得你会过吗？会吗？要相信自己啊！相信自己会不会？啊，你来看一下，看今日有办法过关冇？来，李雅文的粉说。过关，没问题。3分，恭喜！恭喜哈！好，谢谢。下次再聊哈。好。希望下次可以听到不一样的歌曲，好不好？好。恭喜哈，会做消息。好来，撒下来。花莲吉安陳振雄競標創歐洲嘅鞋。好，嚟彈歌啦。他今日提牌來參加比賽，鬧熱大擂台，希望會順利過關。歐洲嘅鞋，千叫無人作來，行到新嘅時代。歐洲嘅鞋，鹹親嘅餅個大，從頭面去頭擺。昨燈行過天順路，頭擺昨燈開過太沙谷，頭擺無人記得嘅頭擺，一步一步緊行緊做。那個那從啊生那開呢，莫念了付出啊本來嘅愛。太陽路那生那流退咧，唔知了幾時那有新人來。謝謝。以後，那個，好。談起創國誒，因為這個感覺有點時光倒轉嘅哈，好像回到大概民國20-30年、40年左右嘿。嗰種啲談起講故事用嘅吼。談到像個文夏老師咧創國誒樣嘅那種感覺，係啊。哦，家唔咧創客家歌啦嗬。應該能講到創日本歌咧。係啊，我創客啊，創客啦，係啊。咁個。我碰邊跟個朋友哈，那經紀人也對我講，他是在唱日語嗎？係啊，創客家歌啊，嗰種奏起嗰種。有可能係講，也屬歐洲嘅係吼，小 Ken 老師把它編曲編得太美啊。阿曼你喊推下屬歌嘅呀？自己邊聽邊寫嘛，你常常看熱鬧大擂台啊。哦，大禮拜六看啊，那年大。家己都係條歌嘅，厲害厲害。哎呀，唱迄個像個花蓮的鄉親啦，哈，那種公平啊的。詩慧老師，翔哥嘅嗓音哈，其實
我很喜欢啊，真嘅係當中意。對啊，很復古，真的很復古。其實躺起來就很有沉醉的感覺。唔過見邊咧可能聽緊張嘅吼，有啲位東西啊，然後樂趣嘅部分啊冇聽好。董大爽剛才記者先生來討論啊，咩係講到係咩冇關係，冇愛吃到真嘅董大爽嘅感覺。好，啊唔過呢，唔管用版型，我很肯定香哥的聲音。好，我非常肯定香哥的聲音。好。他刚刚一开始有玩了4小节出来，超，还是很故意啊。可能都冇衰。唔係，其實安尼咩係一種同好嘅經驗啦。係，其實再去以後可能誒咩學習一下，有可能嘅話，係有朋友啊，也係講係有機會嘅話，然後樂趣嘅部分啊，然後線上向下來練習嘛，係知道應該會進步當家。係安尼方式，因為大部分嚟講，體育下學習嘅方式，大部分冇愛留我出去練習嘅機會當少，大部分就係用切架舞卡拉 OK 較多。錯。係，所以呢，可能安尼機會經驗較少嘅關係，故所呢，你喺留園區，當時冇乜強樣嘅時節，佢會感受唔到原來嘅東西，樣板聽，係也係可能較冇經驗嘅關係啦。千橋無人作來，行到新嘅時代。啊，我肯定香哥的聲音，真的，我真的很肯定。謝謝。地板。安排，我們看一下佢嘅分數啊。係啊。哦，老師在討論非常激烈。有2位老師很激烈，他們貼金熊判法，佢都喊懵講，有敗不復活嗎？哎呦，是不是？你講那麼大聲，有堂喺啲講法哦。我啦，老師，隔壁餐廳的老闆都聽到了。坤老師，葉老師，沒，我嘅意思是覺得哈，香哥根本衝國家，他的聲音很特別，然後很滄桑感，然後 talk 到廖樹國，又有他很特別的一首歌曲啊。那我一直很希望說，讓香哥在另外一種情況之下，把他滄桑感的歌。把我們新一代的作曲者的感覺讓佢衝出來，這樣的結合是很特別的。那因為他是有一點點問題，所以我給的分數當然是還是很平均啦。我在快忍不住要往上加，把他救回來，所以我在問說能不能敗不復活。我實在講還是感覺講，你哋節目哦有一點比較特別的地方，就是說現在還在海選階段，那。感覺說會不會有一些新的衝擊，新的火花？從香哥哎呦，他可以選任何很簡單，像剛剛妹妹唱的歌，他就過關了嘛。但是他努力來挑這樣的一個歌曲來唱，我做嘅海，這是一個很新的概念。我做嘅海，安樂跟尹聰，我的意思不是你年紀大，我意思是說你的生活歷練那麼豐富了，所以你來唱我做嘅海嘎，我有一種期待。傳統跟現代的結合，對，而且很恰當，很恰當，對，我做嘅係有某一個經過某一個滄桑的人來唱，按個東西出來，噶，也許比年輕人唱更有味道，更感動到，好。來看分數，來看陳振雄嘅分數。這裡啊，開始啦，哈。因為比賽公平公正，人家前面真的個讓4小節太多了，太明顯了。觀眾朋友我會看到。係啊，安尼喊一擺好冇？喊規則嗰度報名。好，謝謝。啊，等啦哈。等咯。好。繼續練下格歌哦。這裡哈，這裡啊，回頭休息。好來下來。來自宜蘭市陳東亮，今日唱《後生愛打拼》。剛剛那首歌對你來講冇乜個挑戰性。你不要飄先亂講，那更沒有挑戰性。來比送比心，叫香魔。做嘛？係啊。所以要按螺絲風。絲絲風光，絲絲豐富，都安排叫。還記得，思想嘅遙。
幸可以来到闹热打擂台来参加这个比赛，希望自己有在客家这个方面有好的成绩，加油！伊阵光阴，伊阵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后山鸟是大病，落来悲伤枉费心。时间机一分一秒无限年，手中的有几莫费冲流水啊，光阴似箭难面对，长春间无爱浪费。谢谢。大家好，你冲岸讲哦，国家的栋梁啊，东梁好，东梁好。哎呀哎呀，在那边，宜兰，但是我不是客家人。哦，没他赶你呢。不是。那会讲客家话吗？不会。不会啊。哎呦，那怎么会想说要来参加我们这个？因为有一次跟朋友去比赛客家歌啊，我觉得听客家歌好好听哦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那我要开始学客家歌。是，那你现在目前到现在学了几首客家歌？学了7、8首客家歌。哇，那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7、8首，至少还可以混7、8个礼拜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陆续在学这样。对呀，对呀。用混的。老师们的歌真的都很好听，对，真的可以都可以拿来诠释一下。好，每一位都来挑战一下嘛。对啊，刚刚那一首歌对他来讲是算很简单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会很简单的，因为依照一听你一开口唱歌就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人。对啊，没什么。刚刚那首歌对你来讲没那个挑战性啊，没什么挑战性。好，后面要更有挑战性的。对对对，有准备好了哈？有。我是说有没有准备好听奖评呢？有。结果下个礼拜说，我带来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客家本色，红山锅推啊，那个也没什么挑战性。那个是入门歌，入门歌。你不要挑 Samuel 讲的，那更没有挑战性。开个玩笑，不要这样子啊！对，那首真的没什么挑战。哎，以上都留给你欣赏。好，因为栋梁不会听客家话嘛哈，那就用普通话来讲评。一听你开口唱歌就知道你那个河洛歌一定很拿手，所以基本上你的 style。许志豪哎。许志豪有印象哈。基本上你的 style 就是在河洛歌这一块哈，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好，问题来了，现在你站的这个舞台是客家舞台哦，那基本上客家歌跟这个国语歌跟闽南语歌还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哈。除了咬字发音是一个最大的基本的问题之外，还有那个亏靠问题也是完全截然不同的。所以我鼓励你一件事情，你的底子这么好，你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，你应该去加强你对客家话的这个它的亏靠的它的咬字发音啊，这样子啊，才不会。虽然你唱的是客家歌，可是我们听起来还是很浓的闽南语味道。就像刚刚那一首《后长会大标》，它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客家那个算是比较早期的流行歌曲。可是你唱这首歌呢，不是不好，就是那个味道完全不客家。好，那基本上这个分数呢不会给你扣。那鼓励你去改变自己对客家的认同，跟你唱客家会靠要过来的话。这个舞台你才能够待得久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非常感谢。那个我们叶老师有要补充吗？其实我希望给你一点意见哦，因为刚刚罗老师讲得很好，一个会靠，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所谓的什么叫会靠哦。那我听起来就觉得说你在学罗歌或当你在唱闽南语歌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对的。就是唱的时候口音啊，怎么咬字都在比较内部，但是你在唱客家歌的时候，因为你不熟，
所以你那个咬字跟共鸣呢，都差那么一点点，没有把它唱进去。比如说共鸣的时候，该低就差那一点点不够低。一寸光阴，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那这些就是因为你对这个语言不太熟嘛，哈。那我们本来就很鼓励说，请大家都来唱。所以我希望说，你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情况之下呢，再加一点点，那你就可以从9分到10分一直下去，说不定到这个年度都可以冠军，我们都没有关系啊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安子些多谢。唐一的应该会过。对呀，来看呀。好，大家来看陈东良的分数。32公关。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谢谢。好来，回座休息。好来，下来。来自苗栗头份的范明文，今日唱有上期。来谈个啦。但今日来参加闹热大擂台，希望都得冠冠过冠，冠冠过。风在花盆跌落天，将的感情吹提起，老夫到亲记下手，今日老人改强天。故事木汁暗吞无人知，地台三更时相依，难闻屁股又相见。哎，你好，嘿，你们讲哈？是新做的朋友呀？咩？苗栗头份。哦，苗栗头份。红啊，明白你介绍，莫敢认真他。就经常啊，还是东西。老人家嚟嘅。佢係談論式。一時髦啊，嗬！一條兩冇見到啊。時髦嘅嘛。嗯。時髦啦。時髦啊，佢時髦。安尼，安尼一條片會冷漠。挺後生人流行。哦，係啊，係啊。唔過佢哋嘛，過後生啊。我47了。47了，按平台。平台。平台。同學。小後嘅係嘛？後尾露台。後尾露台。小傑啊。小傑。小傑。小傑。鐵幣來啦嗬。係。鐵幣來，哎呀，唱得很好。東風哦。咁我先談獎品。好唱卡拉 OK 聽啊。好唱卡拉 OK，所以家都哦，佢唱歌只有卡拉 OK 嘅味道啊。嗱，發現到我哋呢潛水站吼，攏同好唱歌嘅。阿燕會唱歌嘅那個環境嘅地方就會卡拉 OK。當然啦，咁我好唱歌嘅時間冇卡拉 OK 能好唱。依然偏手，4時呢時間去甲清唱。嗰啲係急日本係風後浴室歌。浴室歌。唔係啊，你錯冇？係啊。你感覺哇，特別4時嘅時間唱歌唱到特別好聽哦。係啊。有回音。有回音。啊，有三副拖锵锵嘛，啲沖水，你就特別飆爽啊。哦，所以你感覺哦，係用乜嘅歌都唱得出。但係一上台都冇咁樣。你咪上副裝咯，你。白的。來談一下那個徐志偉老師。哦。妹妹先生你好哈。當然開始唱 T 已經係出電係會唱歌又好唱歌嘅人哈。其實貝老師講哈，你涉獵的歌很多，特殊歌曲你都有自己咪試出來，也係講一開始模仿這位歌手唱歌。譬如講特殊歌曲，當然啦，佢表現那個這個寬度可能就只是這樣。鼓手講我就會想到，你聽有學羅大哥唱歌哈，有幾個那個真假音轉換的那個。
演歌式的唱法，那个哭腔那个，对那个哭腔的部分，我唱当吼，不过艺术个用太多嘅时间，我用蔡秋凤，嘿，除非唐月乖乖，没蔡秋凤啦，就是主讲动多亮点的时间，就变得没有特色，想一下，譬如讲你去海水，你去海边的时候，浪打来的时候你要退。 浪过去的时候，你要往前，你要找到那个歌曲的波度。好，来知道螃蟹才会这样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螃蟹也是对对。古所以连各位可以对到海边没做得咯，没我讲要向上啦，有上是要向上给种感觉，就是一进一退的感觉，那个才有波度出来哈。我之后你来中大音，我一喜欢，你尽量请按那歌曲适合你音色来唱哈，然后你尽量把你的那个哭腔的技巧，你自己再适度的调配一下，我觉得会好很多。收一点，再收一点点。我这在说，大吉路有按呢，我就吃到听起来会有点腻。我觉得听起来会有点，就觉得说哦，好像这首歌就没有什么特色了哈。你看罗大哥，刚刚第二句的时候，我就好像就有听到。对，第二句是什么？第二句是枪言感情吹踢去，风吹花盆跌落天，将的感情吹踢去。还有一个地方，我建议一下哈，我跟有容叶老师讲，我讲，我之后老师都非常强调，唱歌的时间一定要念歌词，不管念几遍，越抖越好。断句都断不对了，几台三更思上去，你几台三更思上去，你说唱歌出边按断句断错的时候，那个意思就不对了。好，我美容动作参所以再讲一下哈，希望大家注意一点哈，谢谢，加油。好，按照这样子讲，我建议哈，非常好。好，来看一下人家的分数啦，好冇？看看范美文的分数。高分哦，高分。好，啊，欣赏建议的部分，让自己修正哈。哎呀，好，我会多加磨练。哎呀，恭喜啊，恭喜，谢谢，好嘞，回做休息哈。好嘞，下来呢？来自苗栗竹南吴依依带来故乡。今天来参加闹乐大擂台，希望有好的成绩，也做自我的挑战。你好，来自中南的万事如意的朋友啊，嘿，身体健康嘞，万事如意。如意咩？哎呀，那名个安尼称好啊，吼。但是给他相模吼。做嘛啊？无嘛。系啊。无如意。这名字好像蛮重要的。两个门我背后。不会啦，哎呀。所以要按螺蛳粉。
丝丝风光，哦，丝丝丰富，丝丝丰收。哎，哦，丝丝就按太桥。哎，减肥成功哎，越来越帅啊！哇，你们怎么都讲这些话，都讲得出来啊？本来就是啊，真是的，我说是啊，不觉得吗？你也越来越漂亮。还有这后面才是。来自中南啦，嘿啦，第一摆来哈。嘿，第一摆。第一摆。考创过未？诶，考创。考创客家歌。嘿。客家歌有學幾多條誒？10條有嗎？差不多。差不多哈。佮平常時間練歌的時間有練的呀？卡拉 OK 較多啊。哦，錄卡拉 OK 啊。哦，冇欣賞高。有。有欣賞哦。有去歌唱班都上係。哦，安尼有欣賞高，難怪創起來就一有迷途。董孫啊，吼。看一下哪一位欣賞的公平啊咧。等，徐世慧老師。好，安尼。如意姐哈，今比其實要數個華爾茲，今比看應該一些替擺來嘛哈，所以今比難免會緊張。不過我今比本的分數還算很好哈啊，主講看到穩定的表現，在穩定性的感覺的鋪陳，基本上都還算不錯。所以講有個地方，因為佢動到機限機的，有個大音咩高音哈，佢處理較冇按。這麼柔性啦，哈，有當時一下大一下高，一下大一下高，那來給他上的時間，你可能切價會緊張的會，所以呢，在鋪陳上面的部分，也大概會比較有一點遺憾。好，某位發呢，其實要按你華爾茲的歌曲，其實慢慢的唱，順順的唱，其實就好。不過在鋪陳的時候，你要張力的時候，我建議講，你就對。嗰較標調嘅唔怕，好嗰較標調嘅，好，安子西。安子西，我聽呢兩唔掂個歌管，唔係歌管咁。佢唱唔要，佢唱唔好嘅。還有談到兩個老人家體真潮濕，唔掂乜嘅問題，你漲乜嘅分數嘅？唔，安尼先看一下分數。以嘅分數。好嚟。高呢？目前都見最高分的。哎呀，按到禮拜來算分數數一數二嘅。厲害，哎呀。各位要認真練哈。哎呀，還是表示你還是很如意的哈。謝謝。啊，恭喜，好來回做休息哈。我來殺了。來自新竹竹北菜籽金標蔥鮮鮮好水。我來彈看啦哈。今天我唱的歌曲係海陸腔的《鮮鮮好水》，請大家欣賞。細音唔好上打，大音咪唔好上打，上打天人我，唔係打到人就半人打。阿公帶你去染灘，捉太里嘛。細人兒學潮水，到太來掌來江水，鮮鮮好水。阿 Q 帶頭學跳水，沙溜江啦下公摸海，飲飲水。秋水愛曬外米水，外米水長外江水，鮮鮮好水。阿公教你好米水，一扎沙古得到貪度就得你。吊冰吃吃吊毛身，吊冰慢慢吊沙白。阿爸吊探頭，阿爸吊探妹，係吊毛巾就簡單小拍歌。鮮鮮好水，阿婆做下隻姜絲，阿公講佢鹹鹹足到太魯曼。鮮鮮好水，阿婆做下隻
哎呦，哎，蔡子记好，见面了，又见面了哈！哎，有一点那种学院派的那一种感觉啊。很像老师在唱歌。真的啊，他长得就像老师。是当老师吗？不是，他就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啊，你看。贤妻良母，闲在家里。闲没事干的良母。也面红就下工。贤惠那种。贤惠，一拜好好表演，知道一拜真的比上拜了稳加当多。哦，咁我先来谈公平哈。好啊好啊好啊。罗老师，我印象中的蔡子这中国的嗰種優雅哈，嗰種一直沒有變哈，都也一絲一了。我當欣賞你在舞台上唱歌的時間，你個動作當優雅，你個笑容也當好，就本人看起來整個畫面很舒服。是。啊，你唱歌呢，基本上你個嗓線、柔軟度都很好，冇乜個太問題。佢明日陳永濤老師也是歌曲先好水哈，我要較建議講，唱嘢的歌曲的時間哈，一類嘅歌曲佢係用講嘅，唔係用唱嘅。你個嗓哈，你嘅意思每一個尾音都拉得很長，那種唱法適合乜個歌像一兩碰現場。秋風吹來，啦啦啦，有冇？每一個尾巴都拉出去，很棒。啊，一種故事型的歌呢，哈，我較建議用講嘅，用乜講？你就用念歌詞就好啦，哈。聲音唔好上大，彈音也唔好上大，也係唔唱嘅方式。假使人用講嘅話，其實會變成聲音唔好上大，彈音也唔好上大哦。有尾巴，你要去處理那個尾巴，所以很創意了。最好就是變成聲音唔好上大，彈音也唔好上大，而不是聲音唔好上大，彈音也唔好上大，每個尾巴都是大拉出去，就不叫用說的，味道就跑掉了。聲音唔好上大，彈音唔好上大。你的聲音還是很棒，但是要衝高分，要把歌分析對來，他應該怎麼唱，應該怎麼詮釋，去唱，分數就會高，不能建議，好，加油。安子誰？老師剛剛示範台就不一樣，整個這首歌就提升了水準。陳永濤老師他的這個音樂性哦，真的是很獨特。唔啲衝到分數出嚟個樣呢？啱啲。咪看分數。好啊，來看啦。夾夾來看，蔡子嘅分數，哇，好雄壯威武哦。加聽嘅唱歌嘅吼，MCV 老師就講，你唱出啥歌有19呀？愛自然風雷，萬里關山一重重。按誰子嘅講我來點嘅呀？哎呦！真的假的？你看貓沒有點哦，沒有。我看它一大點。天長了，天難了啊！來看分數。好啊，來看啦。夾夾來看，蔡子嘅分數。好，他是加油。哎呀，喺我這邊啊，哈。好，好，什麼啊？恭喜啊，恭喜，恭喜！回做休息。師傅太感。好啦，撒下來。最美一位啦，來自新竹新埔嘅蔡文公，來唱《愛自然風來》。來彈看啊！參加電視台鬧熱大擂台，非常嘅緊張。一下比賽時，希望唔按緊張，快樂唱歌，希望。
汉难见就是弱，但愿海公园穷之地，在你梦之情爱多，行雷전 대우行一别，你老很傻。 在唐班牙中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哦，好雄壮威武哦！哎呀，可能接着啉酒的时间吼，啊，伊唱卡拉 OK 吼。哦，唔免啊，唔免，没有。佮是用头牌当好唱民歌，30人演先唱。哦，客家故事的两条，未配的两条。唔讲两条，有哪两条？我未配是两条，韩国嘅客家本色。没。丰田不负一两碰先生。硬刚恋情。哦，硬刚恋情。是了两条未配。佮人家比赛都配起来哟。迄比赛全部会配嘅，比赛全部会配嘅。佮冇配咯，佮就。哦，冇配嘅是脱谁是淘汰啊？淘汰。来，唐下呢？这位老师。这位老师，讲讲吼，你家唐嘅唱歌吼，NCV 老师就讲，哎呦。 你参赛大家有12呀，所以人家一开始人就讲，其實要接啊啉酒嘅時間，很便宜位卡拉 OK。施輝老師在字上面就寫講，酒醉了，沒有，你19張有唱一個嘅哦。我講，你出吃到講，你當問哈，台風也以後也很樂觀，那個個性很好，隨性，對，很隨性。不過有時候嘅隨性吼。 啲唱歌嘅時節出愛熟一啲咧，吼！你愛啲人家出講，你配歌詞，人家唱歌出唱配歌詞，你知冇？一開始你酸朴嘅，哦，我付唔出，麥克風拿起來，我攏講，我建議下擺咩冇本太家啲講啲數拍子，麥克風有上是冇標按帶，我付唔出。哎呀，假裝有冇？ 哦，哎，一般做哎，一般做哎，緩緩的，好有他刺眼哈，你就看唔出來講啊，你啲配歌詞，天機人喺種當到參賽者講，天機人喺唱嘅吼，後不一定會順，人講頭過身就過嘛，你講天就師出本係緊張，人後不聽唱歌，人真緊張緊張，又按甩頭甩到麥克風也不知道到哪裡去，有時候會聽不太清楚你唱什麼，還有啊，盡量吼。 愛想一下，愛用嘛，愛用感情也好，也係你發音咧鋪位啲內位也好，唔可以講特殊歌曲哦，本來都穩穩，後尾三隻詩，哎呦，本來四隻老師錯講一下班壓種哦，正經班壓種誒，嘅太嘅那個落差太大。你還要轉移上嘛？上替南洋版用歌詞記到條哪地方度？其實歌詞有很多是有脈絡可循的，就做前面多。聽藝術講，你還要想辦法，嗰個南洋版分批太細聲，我先冇講用來為發音，就想講那邊較強調的，那邊較重調的。有聽葉嘉瑄老師的歌曲，我之後沒做的參考一下施孝榮老師的歌路。 來吃到很適合那樣的。那年我們來到，嘿，或是那大江東去嗰種歌曲哦，來吃到一適合唱。唔過哎分批吼重，還有強，還有那邊感情下大啲嘅，那邊感情下熟啲嘅，那邊下不用下強鬆啲嘅。我希望下擺看到你的時間，弄啲小小的缺點改進，來吃到你會進步到，加油！ 冇問題，對，個天賦要看自己要過關嘛。係啊，要過關又要下擺啊，冇過關就冇下擺嘅。咁我準備45條用你啊，我嚟叫重啊，好冇嚇？繼續嚟看蔡文廣嘅分數。好嚟。先。佢配歌詞哦。冇拍下熟啲就冇問題嘅。好，加油啊！好，唔係。係啊，可以做消息嚇。好。我哋今日8位挑戰者，唔好炒哦，要7位。
高管，哎，这 AV 冇高管的啦。哎，也哈吃包面啊。哎呀，隔壁真的哈。伊冇风气的。伊一摆梦想都叫你变出走的。系啦。系啊。安尼嘛，安尼几则来啊？安尼当然，安尼参赛朋友也辛苦啦哈。请辛苦安尼。评审先生。辛苦哈。系啊，多谢。你玩歌剧组比赛来看传统组的比赛，莫转台哦。係，撒下落去安尼傳統組的比賽啦，哈。嘿，比賽之前先介紹評審先生：江元玉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梁國華先生、羅定先生。前2禮拜安尼節目哈，一開頭就有個獎金挑戰賽對吧？引起熱烈的反應。好，根本按前面做乜冇獎金挑戰賽呢？因為安尼獎金挑戰留到安尼。傳統主義片嚟，嘿，所以根本有位細哥嘅嚇，叫嚟小弟弟啊，哎，細哥，小弟弟啦嚇，哎呀，到底多小呢嚇？今年只9歲天天啊，得過獎項哦，當多，係啊，按照歡迎安尼陳粉水帶來嘅3個字，哦，都陳粉水嚇，好嚟，好嚟。小弟弟你好，我講行冇？會啊！用客家話同大家問好啊咧，係咧。大家好。我都買名。我係陳粉水。陳粉水，啊，羅詩人係你嘅乜人？你的朋友嗎？係。是啊。你那是羅詩人啦，哈，係啊，所以根本你唔來係佢推薦來係嘛？唔係。唔係啊。唔係啊。哦，啊，就獎金挑戰賽叫本事動態呢嘛，係啊。因為我先生啊看人嘅表現啊，本3000嘅人呢，要通過嘅吧哦。哦，所以要開始學唱山歌嘅。我覺得我們兩個遇到瓶頸。阿媽說5歲啊，5歲開始練，一下9歲再練4年，天天呢。哎呀，哦，那4年咪厲害哦，還有拿到個田城一個少年組的第2名啊，不得了哦。既然伊按唔好講法，咁我就搶江雲玉先生的講法。係啊，搶
董威讲法，呢江老师的讲法。江老師嚟，你攞代言係嘛？佢唔好講乜樣嘅，不過佢上任時候以後韓國唱到啱啱好嗬，所以我知道對一啲客家嘅山歌嚟講咧，像小朋友啊，佢獻出嚟按唱山歌，要唱到按好堂嗬，色彩當難得啦，所以呢，本佢多唱唔是多講啦，多唱唔是多講啊，係啊，佢唔好講喂，係啊，本佢鼓勵啦嗬，多唱歌，下一位呢，較會講話，將來講較多歌，然後嘅啲主持人多多對話啦。係啊，特別出頭嘅時間咩啱，全部講法，係啊，而家我叻管咯，係對。係有樣哈，所以呢，咁講都人言啊。大器晚成嘛，大器晚成嘛。沒有啦，沒有啦。不過他今天還有加分題。對，還有加分題哈，所以要表現才藝嘛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懂厲害哦。我們期待。按誰子跟我來演的呀？哎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還會才藝哦？會哎呦，你是看貓沒有點哦？沒有，我看他一大點。我按照看陳粉水帶來二胡表演來哈。教一下，來演的還蠻高呢，蠻應教誒。老師哦，學教老師嗎？係啊。哇，佢學幾久誒？1年。1年。1年啊！哎呦，來都比個姐姐較好呢。很棒啊！不是，這小孩子那種哈。童真、天真那種感覺啊，表現得那麼好。啊，你我看一下啦哈，佢要超過90分嘛，來。看陳粉水嘅分數。這樣幾分呢？啊，90幾分呢？ 92分。有沒有通過呢？哦，94分。94分。哦，恭喜你！啊，這個94分。你對向海軍頒發3000塊獎金本啊！開紅包，來。啊，3000你要拿到要做乜嘅？要給誰？這個3000塊拿到要給誰？不賣你。阿婆。要給阿婆啊！又好哦，阿婆讀到嘅，哎呀，歡喜到呢，係啊，哦。本阿婆伊啊按汗哦，阿婆伊賣腎嗬，賣惡作嘅呢嗬，身體顧好嚟對嘛哈，又好，誒當好，哎呀，下一擺有機會再過來哈，好，嚇，安尼假團表演帖，按住馬上嚟進行呢傳統組嘅比賽啦。哦，當然要進行呢比賽之前啊，嗬，請先生嚟說明下呢比賽規則。係，而家進行有請到蔣雲勇先生嚟講一下評分標準。好嚟。大家好，恭喜呢今日嚟參賽者，已通過了選秀會嚟到電視台內嘅比賽。3號呢一關又一關，當然嚟保持藝術力，因為表現到非常嘅台風，非常嘅自然。雖然你冇辦法表現到輕輕鬆鬆，但是你也當穩定。所以所有嘅基本功、咬字、喊腔、喊個節奏，都冇要注意。所以請大家應加油。好，按住先。什麼先生？啊，相信參賽朋友談得非常清楚。接下來有請 TV 參賽朋友，來自新竹新豐嘅彭玉晴帶來《落山歌》。那今日我唱一下《落山歌》，希望今日做得順利過關，希望大家。
双肩担。对啊，那观众朋友们好啊嘞，嘿啊。观众朋友太起家好，太起家好。天拜来啊！讲会录的啦。哦，係錄，愛弄動係弄堂的事冇要緊啦。係啊，咁天拜來啊，嚇。天拜來。天拜來。當健壯。當健壯哦。可能出來啊，係啊。有冇上到來比賽啊？冇啦。以前細學吼，阿婆吼，大擺我老隔壁阿婆有啊，向他唱山歌，唱到彈。那時候係賴碧霞老師，哎呦，哇，賴老師，那個時候是黑膠唱片嘛，是安泰開，就常常有聽到他唱，然後覺得。那時候不覺得好聽啦，只是現在可能是年紀大啊，有可能啦，嘿，年紀大就覺得啊，就將就接受了啦，是吧？我也不知，哎呦，好，沒有特別像俺細細的時間，沒想到那位想到我一接觸到安尼客家呀三太跳的東西，但係冇想到可能也可能嚇嚇你啦，哈。又不用強鬆誒，又沒摸呢，摸啊，又摸啊，那做乜嘅做摸漢，還有做乜嘅工作啊？摸啦，都卡家管，係啊，31分就過關，係做海鮮過關，係啊，但是先談一下你欣賞的公平啦。那有唱到秋夏欣賞，今日安尼約前啊，我聲音真太鹹，太鹹，從羅山歌嚟講是適合，不過並在建議。你太鹹，你硬，你柔軟度不夠。哦，你講唱歌一樣，流行歌曲一樣，要抑揚頓挫。哦，你這個每音的收音的控制沒有很好。你到每音的時候，你聲音唔要甩是啪。好，你要注意哈。還有高音，因為呢，羅山歌最高音是咪的音啦。喺咪的音的時候，如果你佢衝唔起來，衝唔起來的話，猛是降 key， 不然你就什麼帶假音。雙肩擔。好，老師示範一下，示範一下。啊？示範一下。示範，老師也給我。真音轉假音。哎呀哎呀。好。雙肩擔，半架錯啦。不要搬，不要這樣子。哦。可以帶假音過去。哦。這樣子歌曲也可以聽。
哈，就会说你上，哎，对，但是不要太才真音转假音，你还太好你呢。好，上音的表情你要注意哈，就是一个在柔软度加强，你是会是后劲可以很强的，加油！哇，谢谢老师。看那是彭玉琴的分数。好嘞。谢谢。过关没问题，安尼你看哈子的表现。哎呀，哈子长得开讲了哈，长得了了哈。谢谢。哎呀，好，恭喜哈，会做休息。撒下来呀，来自新竹市王秀云，今要冲平板。看啦，而家冲过的时间来看，那2分无成像是硬点掉。唔伫迄多么衰，还还真的有。多么衰。你妈妈讲伊多的声音呢？两个冇嘢睇嘅，係哥哥。係呢啲哥哥，跟住要係我走路睇。啊，唔得拜。唔得拜。干股開店啦，抖音啦。当欢喜了呀，闹热大擂台，挨来2、3排咧，希望两排做得过关，小梦大家。哥好。有没有认识我啊？他认识是什么？你有没有认识我啊？哦，哎呀，你有没有认识他？你有没有认识我？我认识你，我们选秀会看过。哦，对对对，是，非常热情、非常乐观的一位大姐。真的，对啊，从国民安和堂。哎呦，谢谢哟。哎呦，谢谢哟，谢谢哟，谢谢哟。王爸我加看到係咪咁樣？嘿，哎，細哥，細哥。一片丑都記下咋？安尼阿姨都細哥。我家妹妹同佢衝咧。你個妹妹啊？孫啊！啊，個關於的獎金挑戰賽啊。你客串做的冇？客串啊！客串啊！哦，來，啊，那臉馬上變掉了。孫愛裝3個字，係咪？來，逼掉。我要逼掉哦，哈，逼掉，你知道嗎？哎呀，可以嗎？我們要來唱逼掉的3個字。OK 嗎？好表演哦，替拜上天使哦，好嘛？哎呀，阿婆會養那個獎金就本哦，好嘛？
好，来，比调啊。按先谈一下欣赏公平啊，好冇？系啊，梁先生，梁分部先生，我哋嘅小俊姐哈，小俊小吉啦哈，從做了平板山歌哈，雖然講你音好似好低調，但是你規則嘅轉版哈，嘅潤味堂嘅咧哈，當順啦哈。有隻為數呢，像錄音線上我要錢咯，跟。做到當好堂，嗬，而家上呢度副卡應該要創要長啲山歌上出啦，嗬。但是即其他為數我當建議下，嗬。當然特生演唱歌，嗬，要多多少少要缺點啦嘛，嗬。像1到15，嗬，1到10嘅兩隻，你可能要緊張嘅兩隻，就當含糊啊。哦，當唔清楚嘅兩隻唱到當唔清楚，佢並唔係講你唔有講事啊，而係講唱歌嘅技巧方面唔係是，就佢你只係做你自己去彈佢啦，嚇，係咪要播出嚟㗎嚇？喺第二點嚇，錄音線上我要簽嚇，嘅錄音你從理解客家話咧嘅理解，嗰是當傳統嘅種唱法嚇，你冇要兩隻嘅意思落去嚇，嗰兩隻意思落去種當冇彈嚇，落去改下嚇，像錄音嘅線上嘅，你用隻攞啦，或者撩啦，按大句就好啦，唔是講理解啊嚇，唔是咁樣啦嚇。錄音理解神啊！當然唱呢一首歌嘅最高音係咪嘅音嘛嚇，呢一種就一般也前多嘅節目就要咁唱嘅啦嚇。下一隻為數嚇，就咩唱得當好，身體健康會體質嘅專業，呢邊唱得當好嚇。咁撒下來咧，愛上愛下嘅爽嗬，我就唱愛爽，跟住唱到變啲嘅咩時間嗰度海陸嘅音頻咧，可以爽啦嚇，可以爽一下嚇，睇要注意到嚇。我相信讓唱到大家聽到感覺上砰砰砰砰啦，我講特別好，又唔會講天像唔好咁樣啦嚇，是冇嘢嚇。講用咪拖啦嚇，係啊，個孫嘅，我嘅都小妹妹啦。哦，孫唱到好好嚇。我都比較好，都呢一家。成日啦嗬，因為成日對嘅音感嚟講，亦講腰嘅音感嚟講嗬，我相信係咪嗬？我見跳舊係咪佢會唱得當好啊？按時嘛嗬，按時嗬。好，謝謝老師。好，按照看阿婆嘅分數與比。見我嚟看阿婆嘅分數嘅哦。孫較大嘛嗬。好。姐姐較大啊。接下來看黃秀雲嘅分數。謝謝，很棒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改天再來唱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啊，加油！好，跟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戴下衣。再見，好，終於講完講法啦嚇，終於講完講法。好嚟，沙來。來自新竹竹東眾議員帶來3個字。嚟聽我啦嚇。第一擺頭一擺當緊張，第二擺過來看，望睇一家，人來鼓勵嚇，感謝睇一家。
我係阿姨啊，係太子。哦，係阿姨咪做得，先生而家係啱啱係阿姨係咪？要咩嘅？哦，來過啊，來過一拜，當見長啊！阿姨當會唱哦，聲音當好哦。誒，今拜比賽要比到關歌。五關呀，比到五關哦。哎呀，我唱到安好，你後來又參與做一條條嘅練哦。啊，講認真睇啦，條條啲邊個上當過紅臉咩？我是跳呢，唔是跳啊。按到線上指頭啊。哦。來啲鬧熱大擂台哈，誒，就本嚟線上看藝那都唔好，就一直檢討。哦，哎呦，係會檢討咧。檢討。啊，搭禮拜要看鬧熱大擂台冇？有啦。有啊。啊，線上公平嘅時間，你講當弄嚟談好冇？哦，錯啊。我們家唱歌嘅時間，係看佢兩分無線上是硬點跳。唔知喺多麼衰下，係真係有。多麼衰。誒，羅英先生，唔知道安尼誒阿姨唱到樣板誒。係，我印象中吼，就當場有看過莊阿姨哦。不過我去到禮拜二唱起來，不過我感覺耳目一新哦。就係吼，不過你唱出來嘅聲音嘅表現啊，吼，然後係講你整體嘅推風，都當入你係專業嘅狀哦，當入版啊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香港吼係講係啱啲咧彈起來吼，大家去當樣板，從我耳機彈起來，它就係微微的顫音呢。當專業嘅感覺，係顫音 vibration 就對，微微的，不是像我的那種哦冇哦，佢要控制哦，就點點停，一點點冇睇到，要嘟嘟喊呢。錯，就係佢每音吼要注意，就講呢個整體嘅感覺本應去到彈起來吼，當詞材，咁講可能就會注意講，你係咪繼續唱下去嘅時間，你冇唱到停硬，因為你韻味唱得出來，你除咗去做係軟調，彈起來呢係悅耳吼，又本應有啲彈性嘅感覺，咁樣呢，我相信嘅分數呢會維持一次都當好。謝謝老師，我哋看下分數啦，好嘛？接下來看莊依雲阿姨嘅分數。謝謝老師，厲害，好棒哦！邊係嗬？係啊，拿冠軍來，嗬。哎呀，這個呢，咧排泄啦，哎呀，先小心哈。麥克風帶咗，帶咗，恭喜啊！恭喜！動過款哦，動過款哦，過款34款，係啊，逐個等喺度飆。傻批哦，殺下來。來自屏東內部嘅池州台，我帶嚟一邀請。好，彈開啦。今日去拜來鬧熱大擂台參加，望大家順利過關。親愛
哎，董后堂一条歌曲，哎呀，細個，細個，細個啦。細阿妹啊，細妹，好啊。我請教一下吼，你有看有一道嘅，你媽媽講一道嘅生日咧？白的，白的，唔係睇白的係嘛？唔係，係 T C 嘅。T C 嘅，哦 T C 嘅，哦前面 C 嘅全部寫滿係嘛？三個兩個冇嘢睇嘅，係個個。係呢啲嗰個，跟住要行到走路睇咯。啊，唔拉拜。唔拉拜。唔驚講安尼，結果喺左邊唔拉拜年咧。那咪要就架三個路睇。哦。真的。你個命係很多行啊。真的。走睇個一走到一個走到三個咧。係啊。真的，真嘅嗰本走到三個路睇。啊，佢最細你落買。哦。咁安尼嘢最後面咧弟弟用到走妹係咪？滿倉。千萬字嘅。滿字嘅。冇想講咧。啊，落妹都滿劍。滿劍。大家懂有錢。那種都滿嘅。冇。你要賣尿冇？啊，嚟今日唱到呀，咩英語彌陀，嚟參加一下呢。恭喜你先生。嚟。其實你嘅戰場嚟講呢，你是冇將你二黃的一個唱腔啊，然後佢表現出來。你是當自然唱一條流行歌，安尼唱出來哈。不過上音嚟講是以後。看古開天那多一點那。韓關於兩首歌嘅歌詞也有程度嘅爭議，程度嘅歌詞當然對你係研究講啲歌詞，比如講張一里來一有情盤古開天都已經，大家是唱到藝術啦，但是呢佢係按這個來搭佢歌詞字眼啊冇乜嘅邏輯的，韓國一啲每嘅歌詞呢你盼陽來也盼陰，也有人唱這個也盼陽也盼陰，這是對保本正嘅一種，說他的陽間也可以盼，陰間也做得盼安尼啦嗬。我想我有希望講不你好有這機會去再去考證這個歌詞。新豐大家，唐旭的好預兆。對，那江老師有佛心，其他三位老師到底有沒有呢？係啊。嚟嘅佢持就題嘅分數。評審老師今天全部佛心來。佛心來的啦哈！哎呀，冇問題啦，過關啦哈！哎呀，啊你行個揸啲平路女僕來哦，係啊，啊來解帶哦哈！順利去搞太好啊哈！就這樣子，好，恭喜，回到這裡啦！我哋沙下來。來自新竹福 K 位陳淑貞帶來老山歌。哦，彈過來。抖音有冇？他們唱秋海。些微的顫音，係啊。有一些重微的顫音。重的。佢種咧咧老山歌好多啱嘅，是真勁真強嘅嗬。原本是T100來參加鬧熱大擂台，希望大家能來聽數加油。人生才是。愛自由。
谢谢。真的啦吼，你人生各有命啦哈。哎呀，贫穷富贵啊，莫强求啦。哎呀，平安健康的青春药啦。真的。啊。果然多的咩，娘死咧。体白来啊。嘿。嘿。你看呐，当紧张哦，行啊都，哦，迄脖子缝缝的哦。哎呀。迄钢筋按缝。钢筋都硬起来啊，硬劲的呀。因为爱好老人。好老人，好老人啊！好老人啊！啊，我晓得讲客话无？会得会。会得，讲到动章啊。嘿啊，创个动好呢。等下，等下。爱苗栗小龙出世。苗栗小龙。哇！啊，我讲客的原因迄，甲本的老公迄行业。嘿。难怪啦。客家新球，客家新球，迄有人识多的吼，哦，真的个客家话都会讲。多厉害哦！创到样板吼，哎呀，唱到立秋下先生吼，系啊，要同佢讲客话的腔要暗号嘛吼。哦，谢谢老师。苏振吼，小容亲吼，台风要语文。啊，麦克风。按讲好多年创啊，好多年你叫讲咧客家歌创了硬，尤其咧洛山歌，洛山歌最高音是咪的音，哈，咪的音。要怎么样讲那首歌曲呢？它的收音和民放音控制了清楚，那是要无按容易。你尤其你好多年能够讲咧洛山歌好多样嘅，是真紧真强嘅吼。系啊，歌曲咯吼，既然喺度必须嘛，你也有那有缺点，没事人讲出来。咬死了哈，听一首，听一句自豪，你从了自豪，自豪，自豪。又甲做咧假转音落去，冇只好。更厉害，你知有办法转音啊？一般咧有办法啊。参赛朋友几个是冇安厉害吧？最起码几咬字冇章啊。哦。佢哋四咬字幾章咯？字啊，字嘛，四聲字，字唔係字啊，字啊。字上到嘅身體用嘅字。開始慢慢嚟去幫佢點字啊。還有富貴，你從了富貴。發了富貴啊！榮華富貴，富貴哈，富的音，哈，牙齒也要上唇。台灣富。哎，對，我記得是嘢都後背染到難題啦，是雙流啊，莫強求啊，你記得是每年時間輸音輸到冇講先講啦，哈。所以，你的條件好，音色都不差，專業慢慢的練，還會有更加好的成績出來。加油啊！謝謝。好，談呢個嘛係好成績。係啊，分數應該不差樣嘅哈。誒，接下來看陳淑貞的分數。恭喜，謝謝。恭喜啊！謝謝。過關冇問題。好，不要緊張，好，不要那麼緊張。一回生二回熟了。下次來就好了。還在抖。還在抖。沒關係，沒關係，下去就好了哈。下去就好了。好，我們做休息。我下來。來自新竹婦科的羅水蓮帶來平板。好來，彈過來。今日體大來參加鬧熱大擂台，希望大家能夠加油，希望大家。创山。
跳，马个跳啊！做乜嘅？买什么事啊？他前面的，系啊。发生乜事啊？发生乜嘅問題？冇啊？冇，睇唔出嚟。嚇？睇唔出嚟。誒，還是冇糖多，係啊。冇鐵糖。討論事情，係啊。討論事情。但是音樂有糖到，哇，唱到動好，係啊。一準音嘛，嗬，抖音有冇？他們唱秋下。些微的顫音，係啊係啊。有一些重微的顫音。也是秋霞老師的味道。真的呀？嗯，真的唱到一地哦，有他的抖音跟老師學的。他視你為偶像啊？嗯，沒有錯，沒有錯，就是為他而來的。還有這些老師，我都是為他們而來的。我跟你講，來不及了，因為忘詞了，講也沒用了，又不能重來。多帶有錯唔錯，錯唔錯？有冇兩是不是有傷大雅？哦，羅小姐哈，水蓮哈，其實應該先講哈，了首歌詞哈，了首歌詞，佢寫到當品順，佢點在第七隻詞嘅位數，每一句嘅第七隻詞哈，佢並冇三上位數，就係到兩上以上，當好長嘅歌詞哈，就你唱要當平順哈，唱錯哈。你開始唱家下嘅天陽小姐頭，有啲會堂底嚟上唱當腰呵，專音嚟唱當好，好到天事故需求唱晒歌嗰隻歌家下，可能你係4、5招個埋東團體要接上。跟住接回數已冇關係啊！嚇，做唔得關係，好，你喺回數就開始關係，從嗰隻回數開始關係，家要彈，就當然專業彈嚟嚇。像個時期多嗰啲回數嘅記號，你係團體，嗰啲廟團體當然嗬。我哋又冇講你忘詞嗰啲雞團戲嘛，先講你後唱嘅後唔好回數啦嚇。像南腔北調嘅南腔嗰隻嗬，南腔我北人跳那個回數，跟南腔南。我就俾黑一下個位數，講台上啦，哦，個位數冇講台上嗬，唱出三個個位數嗬，你講係嗰隻位數係講冇忘詞嚟講嗬，睇啲會過關嗬，我相信後會過關時候，是英語老師嚟講會變過關，就已經忘詞哦，唱歌就偏要講群嚟嗬，我啲打分數哦，咪都要當將出門又個變疊街輪啦嗬，所以佢變則參考啦嗬。但是沒有，其實嗰時個忘詞，唱歌嘅部分比忘詞嚟講較好嘅吧？誒，還是會給他過，係會還是會傳統嘅歌管啦嗬。係啊，嚟看一下，夾個分數哈。忘詞嘅羅水蓮嘅分數。好，謝謝啊，謝謝。不是，通常我們兩個主持人都會比較關懷沒有過關的。他上網轉，他上網轉傳簽，他轉啊，還有攀先收費嘅時間，讓佢甲報名。我想講哈，我做羅富橋啊，富橋羅街啊，我做生意啊，我做嘅古早味手工地瓜餅，我講廿擺係要過啊，我記得賣掉啦，我即刻做即刻烤，然後咧長嘅睇㗎。懂好深咧。摸大來。I give me 啦。摸汗。摸大來，佢就過之來講咗。摸干呀，太番薯帶來。跟住大來就冇問題嘅。摸干我就會忘記。係咩？對啊。看到帥哥美女啦，還有我這些偶像啊。好，謝謝啊，謝謝啊，好，謝謝白長來哈。這裡哈，好來，接下來。選作師李王秀梅，今日帶來3個字。講啦。今日來到了鬧熱大擂台，我喺度唱3個字，希望大家讓我鼓勵。照開了。
哇，漂亮漂亮，珠光宝气。哎，你好，对对对，秀梅姐好。所以我嘅吼，我卡个波色全部帶出來了。係啊，係啊，珍珠啦。我藏完了，哎呀。結果衝唔好。衝冇啊，以後啊。很好啊，有嗓音啊，有啊，麥克風有嗓音。哎，姐姐妹妹衝下來比賽嘛，啊妹妹教她嘛，就故意教她錯的。我剛剛有發現你，你跳到吼衝唔好嘅時節有冇？一天跳落呢？跳燒都走嚟啊！係跟師兄嘅戲咧。冇啦，佢今日可能哦當緊張啊，佢啲英文比下過一點。你嗰種跳擺喺反網線上有冇？反網。哎，對，老師指對。先聽老師講評。好。有請羅茵茵老師。好，也想問者吼，當打賞哦，冇你從了第一季、第二季、第三季吼，入歌嘅時間都慢咧，吼，所以你就當打賞。起價也啲起價錯唔錯，就有緊張吼，所以你歌詞就神馬大吉咧，吼，就下打賞冇講起來應該上任吼，我去到當場嘅論順，吼就係談起來呢當柔，吼喺做啲從頭喊下好，喺就當台嘅進步嘅空間，唔講嘅你本身嘅條件，談起來是以後哦，吼，唔講本一建議啦，吼，不管你禮拜有過關啊冇過關，就係你從嗰個時間做啲喊下加強嘅位數，就係你咬死，因為你在吼在先全部強用，吼，咁樣就係。談起來一樣味就係唔辣嗬，比如講愛創神歌，嗬你一特質是在先冇強用，唔講全部係燃嘅，嗬燃嘅就係可能係維持它的共鳴度，唔講用咬死就冇清楚咧，嗬本得建議，喺其他就希望喊下要喊下好嘅表現咯，嗬做啲要機會就個看到你，希望你。啊，是這，很遠的講嘢啊。還要記飛嘅話，都都看到佢啦嚇。冇啦，係要記飛啦，係要記飛，係要記飛啦嚇。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看李王秀梅嘅分數。快些啊嚇！希望係要記飛。甜心要。期盼你先收費嘅時間，記得來報名。係啊，好吧。加油，唔好放棄哦。好，加油，看巴地啊！啊，好嚟，回做休息。7位參賽朋友多位過關呢？剩5位。哦，5位過關，有2位冇過關嘅朋友唔怕哈。等甜心嗰個嘅期盼。安尼試唱費嘅時間，唔就再前期報名啦。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。係，第5日頭嚟報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我要多謝辛苦嘅評審局長，謝謝沈龍儀，謝謝。辛苦，小康老師。謝謝老師們。謝謝。同時，大家忘唔記得咯，下禮拜9日時間嘅時間呢？鬧熱大擂台。